今天下了雨，凉凉的，然后又温度又低，冷冷的，扛大轿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因为下营上帝庙绕境神轿是用扛的嘞，体力消耗大嘞，所以上帝爷公很慈悲。你看，天气冷冷的，又下过雨，又凉凉的，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嘞。然后明天就变温度升高了第一天可能是比较外围的，第二天绕下营市区的。要用衣物来替代砖脚脚，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以前钻吊脚，我也有去钻过，你看要整个人趴在地上。今天这个防疫今年的防那个新冠肺炎疫情你看防新冠肺炎的感染你要用那个衣物放在防布毯上，神教通过再取回，同样有效再祈福一痕。用衣物祭改啦，一般的庙宇的祭改，祭拜的祭改运的改，祭改也是要用衣服，拿衣服去做祭改的仪式。你看参与绕境人员要造册呢，要确认有打过3剂疫苗，还要发给玄帝保佑贴纸做认证呢。午餐嘛，用盒装的供应取代以往一起用餐，避免群聚了，吃便当盒了，这样可以避免那个群聚可以减少这个疫情感染的，这个风险。